忧伤。如果或许现在在上课的期间，小朋友要上课，他要怎么办？谁知道？刚刚或许教过了，刚刚谁有听记的来？请孩子右手举起来呢？啊，第一位来了，这位学家，这位老师啊，今天你们升级了，后面那个后面那位老师啊。看，人性的工程，所以说呢，我们大家都是圆佛子，那我们是越小越好，因为我们已经很大了，好，我们有很多的脾气毛病，所以像后学我就喜欢呢教那种小朋友，啊，小朋友呢，他到3岁的时候，他的脑容量呢就完成到80%。你有教他读思乎言者，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的电线就变电缆线这么粗，以后呢，他就好像在建构高速公路一样悠游自在。大量的阅读可以提高他的自学能力。各位，您知道吗？苏波西他曾经说过，他是我们几何学家第一把交椅，复旦大学的校长。他说呢，数学要好，语文能力是一切的基础。自然科学的基础在于数学，数学的基础呢在于语文。那所以说呢，语文就是一切基础的基础。所以呢，我们要培养孩子们博览群书。大量的读博览群书，到图书馆去，一坐下来至少看1本书，一天呢可以看个2本3本。他要有这个能力。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孩子、爷爷奶奶不要把我们的孙子放在家里面，那个是我们要给他的是有能力的爱。我们可以带他佛堂读经翻来，我们可以用个全日像后学从礼拜1到礼拜5穿一个志工的衣服，到图书馆、到佛堂、到学校、到野民活动中心，我都很愿意带着我的孩子一起成长。后学的孩子现在已经大3了，他从5岁的时候呢，我们就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呢，我们去学习，了越快乐，真的后学真的了越快乐。也很感恩后学先生。这一路来15年来，后学呢乐此不疲。而且呢，我们所读的就是圣人的经典，让各位勤学，让我们读圣人的经典，就是有一个非常好棒的加持，简单明了，吸收，又记得牢，又好用。你走到哪里，人家呢都对我们非常的赞叹。我们的面容会改变，彬彬有礼。我们到凤翔国小，我们跟校长借视听教室，校长他非常的乐意。你们这一群人啊，慈眉善目，我们非常愿意。新的学校，新的规划，这个视听教室是多么的棒啊！你们这一群人，是会长，你们太棒了。那一天呢，我们在讲座还有一个。奶奶级她上来分享，说呢有那个眼睛斜视的读经读到好了还有那个心脏说要开刀了同1年说不用开刀了后续听了都蛮感恩的，点滴在心头。如果是我是他的父母，我是他的亲人，可是我都不是，我是一个爱好读经的推广者。今天我听到这样子。后学真的很震撼，很感动所以说呢，后学说那个起跑点呢，就是当下，即知即行。希望呢，今天我们这一场志工特殊训练的研习，能够让我们呢再度出发。我们领着我们老师的法宝我们在此呢，我们可以走遍有华人的地方，把我们圣人的智慧。进度改变了其义自现，就是呢，我们即知即行，就是呢，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呢输在起跑点上。那我们看为什么现在
大学专校这么多，培育不出呢社会界所需要的人才。为什么很多人啊都找不到工作？为什么？为什么呢？有人知道为什么吗？是不是我们的教育出问题了？我们的孩子在2009年的时候，《天下杂志》有做一份的调查，有一半的学子大学生，他没有一个典范可以学习，没有一个社会的典范可以学习，就是爸爸妈妈哈。所以说呢，我们两位，然后再过来就是一个人，再过来呢，就是那个其实有很多的脾气毛病。那现在呢，去年在最新的调查，每一个礼拜就有一个学生有轻生的念头，他到3岁的时候有轻脑容量呢，就完成到他的觉得生命呢没有目标，没有一个导航，子曰学而习之，不亦乐乎？有何志远方法努力的终点在他的电线就会变电缆线这本书。以后呢，他就好像没有建构高速公路一样，可以呢来铺陈，大量的铺陈，来成就一切。可以提供大量的提倡他的10年读经，10年为经知道给我们造厂培育人才，给我们国家的培育人才。他是我们对现况的第一把交，这些前面的这些重要人物，语文能力是我们最基础的分数。自然科学的基础在于数学，数学的基础呢在于所以我们所以说呢，语文就是一切先天的基础。所以呢，我们要培养孩子们博览群书，大量的读，博览群书，到图书馆去，一坐下来至少看1本书，一天呢可以看个2本3本。他要有这个能力，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孩子、爷爷奶奶不要把我们的孙子放在家里面，那个是我们要给他的是有能力的爱。我们可以带到佛堂读经翻来，我们可以用个全日像后学从礼拜1到礼拜5穿一个志工的衣服，到图书馆、到佛堂、到学校、到演员活动中心，我都很愿意带着我的孩子一起成长。后学的孩子现在已经大3了，他从5岁的时候呢，我们就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呢，我们去学习，了越快乐，真的后学真的了越快乐。也很感恩后学先生，在一路来15年来，后学呢乐此不疲，而且呢，我们所读的就是圣人的经典，让各位勤贤，让我们读圣人的经典，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棒的加持，简单明了，吸收，又记得牢，又好用。你走到哪里，人家呢都对我们非常的赞叹。我们的面容会改变，彬彬有礼。我们到凤翔国小，我们跟校长借视听教室，校长他非常非常的乐意。你们这一群人啊，慈眉善目，我们非常愿意。新的学校，新的规划，这个视听教室是多么的棒啊！你们这一群人，是我讲，你们太棒了。那一天呢，我们在讲座还有一个。来得及，他上来分享，说呢，有那个眼睛斜视的读经读到好了还有那个心脏说要开刀的读1年说不用开刀了后续听了都蛮感恩的，点滴在心头。如果是我是他的父母，我是他的亲人，可是我都不是，我是一个爱好读经的推广者。今天我听到这样子。后学真的很震撼，很感动所以说呢，后学说那个起跑点呢就是当下，即知即行。希望呢，今天我们这一场志工特殊训练的研习，能够让我们呢再度出发。我们领着我们老师的法宝我们再次呢，我们可以走遍有华人的地方，把我们圣人的智慧。精
调查，每一个礼拜就有一个学生呢有轻生的念头，有轻生的念头。他们觉得生命呢没有目标，没有一个导航，没有一个方向。所以说呢，终点在哪里？各位，我们真的要审视啊！唯有读经教育可以呢来铺陈，大量的铺陈来成就一切。你以后你大量的读经，10年读经，10年解经，给我们道场培育人才，给我们国家呢培育人才。你对现况的这些前面的这些政要人物，各位，我们可以打个分数，大家可以在心里打个分数，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做我们今天不做，以后一定会后悔所以后学说，童年呢只有一次，成长不能重来。教育事业为百年大计，经典教育更是万元之本。唯有从学龄前开始为孩子们打下最深的基础，才是教育公社的最大的愿望、理想与宗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我们对我们现况的满意嘛？我们确实呢可以轻轻松松的呢来培育人才。那我就跟园长讲我说呢，听说读写，孩子呢他要博览群书，他必须要先大量的听。他到3岁的时候呢，他的贝塔波如果有读经，贝塔波就会转到阿法波，学习6倍以上。他的记忆力呢，右脑是左脑，它是直觉式的吸收，是左脑的6倍学习以上。所以说呢，3岁以下的小孩子你就大量的给他播放，家里准备呢至少3台的CD，夫妻呢2个要把它协调好，我们有很多的印证本来爸爸说你在干什么啦？怎么我放了那么多台 CD？ 没有想到说孩子表现给他看表现给他看而且小朋友的智慧沟通智慧慢慢越来越多，句子慢慢越长，而且呢，大人讲话他不是听得到，他是有理解力，听得懂。各位师资们，你们知道吗？后学现在在这边讲话，你是听得到后学的声音，还是说你能够听清楚，你能够知道后学讲的重点在哪里？这个才是重点。自然科学要好，数学要好，数学要好呢，你这个语文能力要好，因为你要解题，你要听得懂，理解力要好。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要大量的阅读，因为13岁以前呢，记忆力是最好的时候。那学龄前呢，就是说还没有上小一之前，更是黄金的一个时期。那我们如果像我们以前读天那么黑，风那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不用不用。与其这样的话呢，我们来读文，我来读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我们来读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很轻松的读，没有压力的读，不要跟人家比赛。孩子人家已经读1篇了，你只有读2句。我们不要给孩子业绩压力。刚才后学有讲我们要有同理心。您跟他一样，我们跟他年纪这么小的时候，我们还不会呢，知道吗？我们还要告诉我们自己，圣人回来了，孔子回来了，3千弟子都回来了。所以说，我们用嗓子
在家，老师可以轻轻松松的带孩子，而且呢，他不会抢玩具，拿一样收一样哦，拿一样收一样哦，不要抢玩具，拿一样收一样哦，常常把爱呀、对不起，谢谢你呀、请原谅我挂在嘴里面，跟老师鞠躬，谢谢老师教我们读经，爸爸妈妈再见，我们都鞠躬。我们孩子知道我们可以带出去的，给医生看牙齿呢，说拜拜的时候不是挥挥手，而是跟医生叔叔呢，叔叔呢是对他们深深的鞠躬，再见哦，这个都是家长分享的。然后他们说，黄老师真的耶，我们的孩子有学钢琴，然后到后来我这个小的有读经，我好像在读经呢有看到一个灯，看到一个希望，人性的工程，真的就是人性希望的工程所以孩子他可以看文言文，成绩进步，注意力比较集中。因为呢，我们在教读经做期间，我们都会说怎么样？左手压，右手指，眼睛看嘛，对不对？都会这样子嘛。所以说呢，生活常规就会变好，潜移默化。我们就这样子分享。还有呢，这些家长他们会尽量孩子的记忆力及阅读能力变强。像我们的孩子呢，课外读物，这个都是变成他的点心。那正餐的主轴就是文言文。那现在国中来读就太慢了，国中来读要太慢了，所以说呢，你小时候呢，这个3学年级以前，你不要急着给他认37个音，37个音你不急着，你要先大量给他4日，因为我们不像国外26个字母，很快听音辨字。我们3个7个字，我们有2拼有3拼。但是孩子，你如果让他读经认字的话呢，他一气呵成，他识字量增加很大。台州教育大学师资方教授跟我分享，他说他的孩子呢，读半年认识2000多个字。他说我们附小，大家台中教育大学附小，大家都排队要进来，我的孩子没有上我让他去读经班。台中教育大学的教授，本身他们在教育学子，我们的孩子的老师就是从那边教育出来的。他自己的孩子并没有上附小，太可观了。他告诉我，他说我们最知道了，国小6年级以文代课，总共我们孩子学习2700个字。我的孩子去半年的读经班学2000个字。那我当然是让他读经了。以后呢，可以轻轻松松的学他的专业科目，不是吗？国语要不要学？有很多都是不要学的，去学校互动就好了。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潜能，语文本来就是我们人类的潜能。如果这个孩子他出生在日本，他3岁呢，以后日本话他就完成了。如果他在美教吗？还要破坏亲子关系的教吗？不用。虽然我们很专业，有时候爸爸妈妈都是硕士博士，但是后学说过，我们有专业，我们还要有一个怎么样调整我们的心态很重要。所以知识是不需要教的，那个叫通识教育。他3岁不会，1年级就会了；1年级不会了，小学毕业就会了，不要那么急着教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读经的推广者，这些爸爸妈妈、这些家长们，他都很愿意跟我们分享。所以现在呢，读经的年龄层是越来越小我们现在走出去是对的这个才是重点，大家都有共识。我们的孔子老师跟我们讲，圣人跟我们分享，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真的就是这样。
培养胸怀万事的人格，把它培养起来。我们不是培养那种显示短力的，只看50年，只看10年。我们要培育的人才，孩子啊，你10年读经，10年解经，胸怀万事人格。以后呢，你当总统，你当总统，你的策略至少有100年，有1000年，可以加惠我们的众生，而不是10年拆了再盖，再花钱，钱从何来？一切都是众生的资源。我们地球只有一个，有很多事情是不能重来的。那明代呢，王改热血歌多闲闲，我们一起乐一乐来我们跟着读：乐是乐此学，乐是乐此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乐便然后学便然后乐，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乐是乐，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所以说呢，谢谢大家。所以我想呢，孔老夫子他周游列国13年、16年。我想呢，这个只有我们日后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学习我们也学习孔子他在周游列国，我们到处去推广读经。读经在哪里？佛堂就在哪里，好不好啊？好，那我们就放心穿越喽。好，来，我们学思呢，可以使人温柔敦厚；学书使人疏通资源；学理使人恭俭庄敬；学乐使人广博益良；学春秋则明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美好的品德，小人无德将危害他人，君子无德将危害国家，执政者无德将危害天下。那这个是后学有去辅导的一些幼稚园，这些园长呢非常的乐意不晓得是先佛加批，还是帮我们引导这些园长呢，他们都愿意呢把读经教育结合体制内现况的幼教教育现在推广的真的是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无亦乐乎无亦乐乎这个是我们去办说明会或许去办说明会。这个是全国经典总会考，您看我们全国省政府都有在办而且今年是第几届，您知道吗？有谁知道吗？第10几届、13届，前20名总统都有召见都有召见，可见呢我们这个大家还是呢不管说怎么样，应反对有反对的还是呢把中国文化给保存下来还是有在推广的那这个小朋友呢，我们会带小朋友去阅读给家长看。说明会的时候，每当我们去到一个幼儿所去说明会的时候呢，无论我们再怎么如何讲，不如我们带几个小朋友，这是他们4年的小朋友，就是3、5岁的。他们前面那一节，这是暑期班，前面那一节书4书5经包含易经，全部一天至少要读20遍，至少20遍。大每一周都有一个篇幅，每一周都有一个篇幅，连4书5经包含易经唐诗全部都要读。那老师在哪里没有？就是孔老夫子，我们的世人呢，就老师就给我们作证。那孩子他们
敲有一个 tempo， 你注意听，他们在读有一个 tempo， tempo， 而且整齐，不急不徐，不会说16个人就有16步，不会，就好像大军在行军一样，老师有方法的，就这样子，让孩子他们那种正能量大，一直进去，一直灌进去，